才听到就是注意上新的讲法。另外，这方面要来关心，这是家人出名崁仔顶观光墟市，逐工透早画价画煞了后，就有一寡外地来店头，因为贪一时的方便，就那甲玻璃拢撒咧乌白蛋，规个贴甲敢若山共款，抑佫臭价价。环保人员都要用5点钟的时间来收买，民众就咧算讲乌白蛋本数。管理单位讲，今仔日起，若是口劝唔听，就会开始开罚单。 来到家人有名的崁仔顶观光墟市啊，本来想讲应该当看到活跳跳的海产，不过真正看到的却是规世界玻璃笼。这个嘛，超车啊，拢会搞到刹车会出去啊。当地民众拢咧说，因为这玻璃笼的箱啊，有的生蟒虫，有的味真臭，爱一路好二路，四界拢看会到玻璃笼，顶下佫有批货字，原来是外地来的头家为着方便，干那甲货载走，啊本数拢留伫遮。 说实在，我们基隆市的市民缴税，然后处理外县市的。外地来的头家时间是省落来啊，不过却艰苦着清洁人员，工课变真多，为透早开始捡玻璃笼、塔做伙，尾啊用车载走，拢总爱用5点外钟的时间才处理会好。我们已经讲了2个多月了，他如果没有再配合我们集中一个地方再放置的话，我们就是请环保局跟那个警察局来开单。 管理单位强调，已经有打看到单，要求集中处理啊。为9号开始，若是个乌白蛋，就会通报警方甲环保局来开单，避免这款的情形影响当地环境甲卫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